帶你哋用100蚊體驗下珠海可以玩足24個鐘嘅水療 SPA 城，睇下到底係種乜嘢體驗。唔單單可以按摩水療，仲可以食嘢、打機同埋唱 K， 關鍵仲可以喺度過夜。難怪都話澳門嘅朋友都中意嚟呢度玩啦。你話邊個成年人會唔中意呢？對吧？今日嚟體驗下珠海少有嘅大型水療 SPA， 睇下玩足24個鐘咧要使幾多錢？好鬼誇張，佢一共有6層，一樓係更衣室水療區，換完衫之後咧，你可以即刻嚟個桑拿或者浸個水。我的水則是先泡一泡，舒服完之後，我哋就即刻上2樓瘋狂玩同埋瘋狂食。佢呢度所有嘅機動遊戲，包含迷你機房同埋所有嘅水果、小食、飲料都係一票全含嘅。玩飽食飽，再帶你哋睇下其他樓層。3樓有餐飲包房、KTV 包房，4樓、5樓咧就係按摩區，之後6樓咧就係 SPA 區域，位置就喺下灣口岸過嚟都係5分鐘。嚟珠海玩又唔想住酒店嘅，呢度會係更加有性價比嘅選擇。